看哦，酵素这么一点点哦，杯盖嘛，从那个酵素瓶里面用盖子装了，一点点哦，一点点，然后要加水了哈。看这个罐子这么大啊，比500cc 还要大，大概700、800，有没有1000呢？要调满的啦，调到满的啦。现在录影简化掉而已，调满了，调满。你看，你看，用，然后哈，在这边浇了，它就从那个头浇哈不太好，然后肥料放在头了，放在根那边咯，可能对那个根会发热了，会热，肥料的都会热，可能会对造成不舒服的，人叫做不舒服的，植物的话就是可能会伤害到它的根啊。如果浇的水都流到这个低处这边哦，它那个根可能会烂掉，根烂掉叶子就会黄了，掉叶子。哎，现在怎么那么多黄叶啊？你看这个土就是这么干啊，但是浇呢通常都是从这里面浇都是从这里面浇啊。你看没有土啊，就只有放那个海绵而已啊。只有放海绵垫。哦，根它是这样长的，根是这样长的呢，你看。哦，根是这样长的了，看到吗？看到根吗？哦，看，刚刚有浇了，水就在那里，可见很干了。可见很干，好像水分不够哦。天气热啊，就只得到那个叫做菇荇了，生菇荇了，你看到那个虫白色的了，看到那个虫白色的，跑到那个生长点最尖端那个生长点，然后吸一吸哦，它越长越多呢，变成一片哦，一片白茫茫的，那就是长了很多了。长很多，那会吸那个营养还是吸什么？然后它就会枯萎掉。有没有看到白白的白点？哦，那个就是菇荇了。啊，你看它吃一吃，你看那个生长点就枯萎掉了，那就被菇荇了，甲壳虫，那个叫做粉介壳虫还是什么？菇荇啊，台语叫菇荇。你看就枯萎掉了，本来这个生长点还会长叶子出来。它就枯萎掉。啊，人家处理那个番石榴的叶子有菇荇的哈，就说用沙拉托洗洁精啊，洗碗的洗洁精沙拉托，人家说的是沙拉托，人家可能是有调泡，也要调配水了，可能要加水调配浓度了。这边就是直接把它点了。你看，直接把它点了，点，直接点了哦，点了都流到下面来了，你看。哦，直接把它点了。根本办法是地水火风要调配好，人也是地水火风要调配好，才不会生病。地我们是那个要吃饭才有骨头啊，还有那个肌肉啊，水就是水分啊，人体内的体液啊、精液啊、水液啊等等。
然后还有磷组织液啊等等哈。火就是那个体温啦，风就是那个吸气，那个吸啊是接地气，呼是接天气，生命在呼吸之间，吸啊接地气，呼呢接天气。天的气，地的气哦，就是天生地养。只有肉体还不行，还有天生地养，接地气，还有天气，天地之灵气，日月五行等等啊。天生地养，有肉体还不够，还有灵性、灵魂，还要有阴阳二气。吸啊，生命在呼吸之间，有呼吸维持生命。吸是接地气，呼接天气，天地间的氧气啊。吸实际上是吸氧气啊，吐是吐二氧化碳。那植物它是吸二氧化碳，它吐出光合作用绿色，叶绿素嘛，它光合作用，然后产生氧气，吐出氧气，人类吸氧气啊，吐出二氧化碳，植物吸二氧化碳，然后光合作用以后产生氧气。你看森林浴就到树多的地方，一大早吸那个芬多精氧气浓度很多，吸芬多精，很神清气爽，很舒服。地水火风要调配好，身体才会健康啊。这个天气太热了，水分不够，所以要注意那个水分啊。要那个酵素调配好了营养液不能像浇水那样一次浇太多。但是天气太热，应该再加一些水，最好是清水，就好像人喝的是越清纯的白开水的话越好。喝的那个又浓又黑又咸又甜，太咸太甜太油都不好了。真味只是淡啊，淡中有真味啊。你看饮食啊，喜欢吃那个高糖的、高盐的、高油的，对身体健康都不太好。晚上睡前喝一点点温温的开水，然后半夜起来睡觉不能马上爬起来，半夜听到电话、手机来电话也不能马上爬起来，要左右晃一晃，然后坐着半分钟，然后脚垂下来垂到地半分钟，然后再站起来。如果太快动作太猛，有的会那个脑部缺血，有的会中风，有的会心肌梗塞呢，很可怕的。年纪大的防中风，要是睡觉听到叫声或者是电话声接电话，都不要起得太猛不然脑部突然缺氧，会跌倒过去也会容易危险。你看那个大力士举重举那个几百公斤重他都要运气啊，那背气啊，用很多体力啊，然后瞬间消耗很多血液啊，然后一下子要昏倒过去了，就脑部缺血缺氧，血是带氧气的，那体力活动太剧烈，都消耗很多血液的氧气，所以它会造成那个心脏血液不够，打到那个脑部也缺氧就昏过去了。不是那个大力士就会很长寿呢，参加那个比赛都是累死人的，很轻松的，我设计成很累的，一物一克啊，一物一克一物啊，要正常的生活才会，平常心才是道啊，才能长久啊，才能健康啊，要合乎道啊，要有道啊。